享一下我一啲想法。其實香港嘅金融市場咧，同澳門嘅金融市場咧係息息相關。首先嚟講，我哋睇翻香港市場喺全球嘅金融市場裏邊嘅指數裏邊咧，咁去2025年9月30號嗰個調查咧，個結果咧就係香港嘅金融機構咧係全球嘅佔第3名，香港咧係677分，新加坡係676分，喺美元嘅國際化裏邊咧係有好大嘅改變。咁點解我哋個市場 GDP 18倍，全世界嘅資本市場咧都唔會係 GDP 嘅18倍嘅，香港係特別嘅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香港咧係一個國際市場，一步嘅貨幣發展咧係應該咧係會進入咗係一個所謂嘅Web3，即係話咧進入咗區塊鏈嘅市場。區塊鏈嘅交易嘅好處喺邊度咧？就話咧你可以即時交易，你唔需要咧就係咧係要等到咧係清算嘅。佢喺嗰個區塊鏈裏邊咧已經有埋清算同埋嗰個交易嘅功能喺裏邊。其實人工智能咧本身咧係有佢嘅好處非常之多，但係害處亦有方面。點樣係將個好處係將佢突出，害處將佢減低咧？區塊鏈嘅交易嘅好處喺邊度咧？喺我哋國家裏邊喺一國兩制裏邊咧係用緊普通法。咁呢個國際機構而家有20個國家咧係簽咗約嘅。其實多軌衛星嘅用途咧係有2方面。咁呢個咧我希望係可以向大家帶嚟一個好消息。